新嘅老年護理法包括一啲我嘅服務商必須明白嘅權利同經過加強嘅質量標準。我自己決定由邊個提供服務，喺邊度服務同埋服務嘅時間。我可以喺我嘅老年護理服務商或者政府嘅 MyAgeCare 網站獲得我自己可以明白嘅資訊嚟幫我做決定。我可以慢慢嚟，等我準備好先至做決定。我可以選擇登記一名支持者，幫我決定我嘅護理同埋解釋俾我聽，但要先得到我嘅同意。但如果我唔想或者唔需要註冊支持者都冇問題，我可以自己做決定。我嘅生活由我決定。請瀏覽MyAgeCare 網站，了解你嘅權利同埋點樣先至係好嘅護理。